我而家就住出邊普遍講緊香港防災嘅部分呢，做一個補充嘅，咁就希望聽完其他 YouTuber 嗰啲資料之後，都不妨聽下我呢度講嘅嘢啦。咁我就分咗室內，即係留喺屋企啊，定係走出街戶外嘅部分。而家講室內，咁點解無啦啦會揭咗去呢一個消防處嘅網頁？其實就係想俾大家睇一睇關於避火層呢一樣嘢嘅。因為樓層越高咧，就會影響咗咧。其實我係留喺屋企一定係出街嘅。因為留喺屋企咧，我哋喺屋企要準備家居嘅安全啦，同埋儲水儲糧嘅部分咧，就變得更加重要。試諗下，如果大家孭住個防災包，行40層樓梯落樓，其實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情嚟㗎。所以咧，大家都需要考慮咧，你居住嘅樓層咧，係能唔能夠咧，俾到你孭到個防災包咧，跑落樓，然後逃去安全嘅地方嘅。順便提下大家啦，即係如果住得樓層越高咧，習慣咗搭 lift 啊，所以咧，大家記得遇到災難嘅時候，記得行樓梯。重要嘅嘢講3次，記得選擇行樓梯，記得選擇行樓梯啊！例如固定好屋企嘅物品啦，將嗰啲擺咗喺高處少用但係重嘅嘢，要調翻好嗰啲位置，擺翻落近地面啦。所有啲玻璃啊、碗啊嗰啲咧，就盡量擺翻喺可以閂門嘅櫃桶，仲要係可以鎖埋嘅。因為如果佢係可以隨意打開咧，佢震嘅時候咧，係因為裏邊啲物件會推開隻門，咁所以先至要加鎖嘅，咁就避免佢哋跌出嚟咧，傷害到自己。因為咧喺呢啲咁特別嘅情況底下，如果身體有任何揩傷、擦損咧，其實係比較容易對個人嚟講咧，會造成一個傷害嘅風險，因為傷口容易感染，所以喺呢啲時候咧，反而係留喺屋企嘅咧，就要更加注意屋企所有嘅玻璃物品啊、櫃門啊，係咪可以閂好啊？啲櫃係咪可以固定到喺個牆身啊，去承受咧呢個震嘅？因為咧，我自己都有幫自己換燈膽啦，咁我都發現咧，原來即裝修師傅咧真係會偷工減料，有時候咧佢同你裝眼燈咧，佢都可以刻意咧上少一粒螺絲釘。咁所以趁住咧，你哋睇我嘅片之後咧，就好快啲檢查下自己咧屋企天花嗰啲燈係咪有上好晒啲螺絲啊？係咪會有嘢鬆脱跌到落嚟掟到自己啊？咁喺呢啲細嘅方面咧，做好自己嘅家居準備，固定好屋企嗰啲重型物品之外咧，仲有記得固定埋咧我哋個電視機嗰啲，即係有陣時啲掛畫嗰啲嘢咧都會漏咗咧，冇準備好嘅。如果大家睇完我條片咧，咁就記得開始將自己屋企裏邊嘅物品開始執下位啊，check 下嗰啲嘢啦。而有關真係留守喺室內屋企裏邊嘅準備咧，我就會喺下一節再講咧準備物品嘅部分。好，到戶外嘅部分啦，咁走出去嘅時候咯喎，咁又去邊度躲避咧？咁以赤柱為例咧，咁我都會選擇一啲政府職員宿舍嘅附近嘅空地，好似而家圖入邊嗰啲咁啦。因為你會發覺咧，其實佢比較少啲好大型嘅大廈圍住嘅，咁變咗咧，佢哋會安全，就算倒下嘅範圍咧，都有足夠空地咧，俾大家可以喺嗰啲地方度暫避一下嘅。咁所以大家留意下有冇啲政府人員宿舍附近有一啲空地，又冇咁多大廈包圍住嘅情況底下，可以俾大家喺嗰度躲避一下。然後咧都比較少人會講咧，就係香港呢個地方就係墳場啦。咁因為墳場咧都係其中一個咧係適宜躲避，因為咧佢哋係依山而起。我唔係指骨灰龕啊嚇，咁咧佢就依山而起嘅墳場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啲空嘅地方或者啲馬路位咧係冇咁容易有大廈包圍到。咁嗰啲地方都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咧，俾大家去嗰度暫避嘅。
咁而大家有執個防災包試行嘅時候咧，先至知道咧你係咪適合行到去呢啲地方嘅。咁我提議嗰啲地方咧，你哋都要真係試行下先知道啱唔啱自己咧去呢啲地方躲避嘅。因為你孭住個防災包咧，一啲都唔輕㗎。咁我自己試過咧，我都減緊啲嘢咧。咁我將來會出一個咧長者版本嘅防災背心俾大家參考咧，去點樣為屋企人咧準備定走難嘅時候要帶嘅物品。而另外一個地點咧，我覺得咧係好適合香港人去躲避咧，就係97年前起嘅香港公眾泳池。咁咧，其實佢更衣室嗰個部分咧係比較堅固，咁就好適合咧去躲避嘅。就算唔係泳池附近咧，都通常比較少咧建築物咧係喺嗰度會即係可以塌下來影響到佢嘅。咁不妨大家都參考下。至於我點解會知同埋個原因咧，就唔方便講啦。明就明，唔明就黎明啦。另外一個比較少人講嘅咧，就係關於香港嘅防空洞。我就唔係建議大家咧走入防空洞入邊，而係當我哋唔係咁認識啲山體啊各樣嘢石質嘅時候咧，其實如果大家知道香港嘅以前嘅防空洞嘅位置咧，其實亦都顯示到咧嗰一座山咧係比較堅固，就比較適合咧去嗰啲地區避難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會建議人哋咧都係去防空洞附近嘅山去做一個躲避嘅，就唔係走入防空洞。因為好多時啲防空洞有啲已經租咗俾人擺嘢啦，有啲就放咗啲會放射性嘅物質㗎。咁所以咧就唔係太適合咧我哋普通人咧走入去咧躲避嘅。我只係建議去嗰個區域嘅啫，即係因為佢哋個山體比較鞏固，就冇咁易震完之後有啲咩嘢冧落嚟。咁當然後加上去嘅物品就我唔能夠預見得到啦，咁只係一個建議嚟嘅。咁我同時都係水晶療癒師，咁對石頭有少量嘅認識，咁就順便分享一下俾大家知道啦。咁就關於啲石質嘅問題啦。咁香港好多人都以為香港係花崗岩為主，實際上就唔係嘅。咁花崗岩咧喺香港嘅地區咧唔算佔好多，譬如喺呢幅圖入邊咧粉紅色同埋正紅色嗰啲部分先至係嘅啫，否則嗰啲咧都唔係花崗岩。而如果真係避難咧，就唔太適合咧喺花崗岩嘅地區嘅，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容易碎脆同埋係被雨水侵蝕嘅。咁亦都比較少咧。花崗岩係可以即係生好多植物喺上邊嘅，雖然鬆散，但係佢既然鬆散得咧，就即係震咗之後佢就好容易冧㗎啦。咁所以嗰啲位置咧都唔太適合。咁你見到粉紅色嗰啲位置，其實大部分都係啲有錢人嘅區域嚟嘅，咁所以住嗰啲區域嘅朋友仔就自己注意一下啦。咁呢個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，咁下一節咧可能會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儲水儲糧嗰個部分啦。祝福大家平安。